中到早，欢迎收看12月19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纯。新闻头先来关心，昨暗7点半左右，伫咧花莲有发生规模5.1的地震，深度大约31.6公里，上大震度伫咧花莲盐寮有到4级。气象署也提醒讲，伫咧未来3天内可能会出现地震尾，所以提醒大家要注意。天崩坠落来的物件摇来海去，手机还阁传来国家级的警报，车库内底的车辆震动海。12月18暗时7点32分，花莲规模5.1的地震，上大的震度4级就伫咧花莲。气象署指出，震央是伫咧花莲县政府东北边18.3公里的所在，也就是花莲近海，深度31.6公里。宜兰县震度3级，南投、桃园、新竹县市、彰化市是2级，台中、台东、苗栗、台北等县市是1级。在盐寮这边，它的4级其实大概只有持续大概3秒，因为它有达到国家级警报发布的标准，所以我们有针对花莲县的部分发布国家级警报。菲律宾海板块跟阿尔道板块碰撞挤压，而且是一个转弯交界的地方。有地震有感觉到吗？骑脚车是没有感觉到。在地民众反应无啥共款，有的因为当日无用，所以无啥感觉。也有人认为讲，对花莲人来讲，这届地震犹阁算小的。气象署指出，以这届地震震央的地点来看，过去自1990年统计到今，拢总有20届规模5以上的地震。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地震好发的一个区域所以经常会发生规模比较大的地震。那在预期后续的活动方面，可能不排除在未来3天还有规模4.5到5的这个地震发生。加在这届地震各县市并无传出灾情，气象署呼吁民众未来几天要着保持警觉，因为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地震尾。记者综合报道。之前基隆河受到污染地区停水几啊天，即马又阁有民众去甲基隆的议员来通报，讲这乱溪拢是泡，台水公司就随来停止抽基隆河的水。环保局嘛有去初步检验，是无验到重金属，不过环保局也建议这水公司应该换储水口来确保用水安全。这也是暖溪呢基隆河的支流，现在可以看到河面上已经布设了一条拦油索，水质看起来也相当干净。不过呢，在早上6点半左右，有民众通报河面是布满了泡沫，规个河面拢只坡有几60公尺长，那亲像规大片雪嵌伫河面。透早6点半接到民众通报，市议员连文典随赶到现场，伊讲11月27油污染事件都无过偌久，竟然还佫有人敢伫短时间内排放污染。事情在风头上面，那怎么有人这么白目啊？粉碎水库的水还没有能够来之前，那我们这个上游的部分更要加强来取缔。初步研判，这泡是为河水排水管出来，连议员都讲这毋是头一届。环保局校定了后，随有查有数，研判泡是为乱加汇集的生活垃圾水排出来。初步检测，水质无油污染，嘛无重金属，不过确实污染源还搁伫调查。是不是社区的消防设备坏掉，还是说洗车业？但是我们沿线稽查目前都没有发生这个状况，现在还在查。北斗抽水站外下晡看到水闸门凊悬，互基隆河水排到水尾。台水公司讲，知影有污染，遂停止为基隆河出水，改由新山水库供水。目前检测水质拢伫正常的范围。目前是供水是安全的，我们抽水站附近的这个水池先做检验采样的检验。那如果符合这个水源水质标准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才会继续来抽取基隆河的水源。这届污染地点离抽水站更较近，敢若1.3公里，确实污染成分。环保局表示，爱搁进一步检验。面对污染这么多，环保局认为时代变化，基隆河即马流经过人口正密的所在，也搁有工厂区，建请水公司评估改换出水口的所在，确保用水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台中太平有一栋长咧起的这个楼仔厝，是互附近的居民甲里长来指控讲，施工的过程去破坏着管线，造成漏水。因那厝主表示讲，这是某一间公司的宿舍，以后因会来征收好势。市府嘛有要求讲，造成损害部分，得爱限期改善。这栋白色新起的大楼门口的排水沟重新的施工，地下管线水一直流出来，下底已经积水。这栋大楼伫台中市太平区中边高街内底，当地民众甲里长指控讲，车路的沟仔去互工程破坏，漏水恐惊会造成地层下陷。原底是5楼的主体所起到8楼，甚至附近徛过壁甲杂货坪，拢因为安尼受损，受到真大的争议。那个玻璃弄破了，到现在还没有给人家补修回去。
啊，你想想看，你要拖多久？人家也要过年，也要整修。咱的前侧沟哦，以及咱后壁面哦，迄个叫做水利排水沟哦，两个所在拢漏水非常严重。原本挂是挂起5楼，但是咱即摆现场所看几层楼，真的有的讲算8楼，有的算9楼。根据台中市都发局的资料，这个建筑物土地面积是299平方公尺，建比率是39%，是5层楼的电梯主体。厝主出面表示，土地建物是一间精密工业公司所有，要做员工宿舍。针对水沟啊受损、管线漏水、淋损的部分，拢会负责到底。不过5楼以上是电梯机房，并不是违章建筑。水沟溢水再下去这部分，我们会同我们的董事长来做评估，是不是要我们重做来做整体的连接，用混凝土来加强凝固，这是我们做得到的。甚至前面那边也有瑕疵，我们一并做处理。台中市府表示，5楼以上的部分并无违法，不过水沟啊甲地下管线施工并无申请，后续会要求复原，垃圾水漏水会要求限期改善，后续才会发使用的执照。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受到南平水汽的影响，全台湾天气拢较无稳定，尤其是东半部地区会搁较高落雨。咱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低温大约17至20度，高温大约是22至25度，整体拢是较湿较冷的天气。透早中南部地区会较高大雾，所以提醒观众朋友出门得爱注意安全。另外，伫咧西半部地区下晡开始嘛有可能会落雨，所以也会记得早雨伞出门。今仔日开始受到这南平水汽的影响，全台湾拢会落雨，而且愈暗这雨势落了愈大，得爱等到礼拜时阵水汽才会减少。不过嘛要注意，未来一礼拜会有3波东北季风接续来影响到咱台湾，这天气会连绵寒、连绵热，变化真大。台北乌阴淡冷的天气，敢若随时会落雨。气象署指出，受到南方云系影响，各地云拢真高。拜五、拜六全台湾拢会落雨，而且雨会真大。气象署预估这波水汽爱落到礼拜才会渐渐离开，到时中南部就会恢复好天。不过北部、东半部会继续落到后礼拜一。明天的话，预计在随着时间越晚的话，这个西半部地区降雨的几率会越来越提高，而且下雨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到了周六的话，西半部的雨会慢慢的停下来。那到了周日之后的话，就会恢复成比较东北季风型的降雨形态。那周日这一天的话，东北季风会再度的增强，大台北地区跟宜兰地区还是会有一些短暂的降雨。气象署也提醒，未来会有2波东北季风影响台湾。第一波就是礼拜到后礼拜一，再来就是后礼拜3，到时温度会搁较冷，有可能达到冷气团的级数。周日的话，东北季风会再度增强，而持续影响到周一，所以从周日到周一的话，在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也会再度的下降。周3跟周4的话，第2波东北季风再度增强，所以到时候北部、东北部的天气会再度的转凉。另外，气象署也提醒，这个拜六因为水汽有够，加上温度较低，台湾3500公尺以上的关山拢有机会落雪或者是结冰，民众若要去山顶，爱注意安全。记者陈阿轩、谢桂玲台北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中国时报》。行政院会昨通过国家安全法修正草案，明定任何人拢袂当用文字也是图画公开来鼓吹外国对咱发动战争、消灭主权，违规者上当会当罚到100万。过来是联合报，行政院吴副署在违法，总统也唔公布。在野立委除了移请监察院弹劾倒英泰，今仔日也要伫咧立法院会提案来弹劾大清德。落尾是自由时报，美国佮批准对台军售案，包含自走炮等8项装备，总金额大约是3500亿台票，是美国总统川普第2任期以来第2届对台军售。好，继续看这美国政府佮在宣布对台军售案，目前当咧通知国会阶段，上紧伫咧1个月后就生效。那总统府是感谢美国重视咱的国防，专家也认为这批军售案会当大大提升咱的战力。美国协助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川普第2任期2届宣布对台军售。国防部讲，美国政府针对包括 M109A7 自走炮在内，计共8项，总额111亿540万美金，差不多3500亿台票的对台军售案，进行知会国会的听书。
有机会1个月了后正式生效。总统府表达感谢，显示美国对台湾各项需求的重视。持续协助台湾维持足够的自我防卫能力，并快速建立强韧嚇阻战力，发挥不对称作战优势，是维持区域和平稳定的基础。国防部对美方的决定表达诚挚的感谢。不管是国会端，或者是美国川普政府，正用具体的行动证明台湾的重要，也用具体的行动打破了以美论。第一个，我们买不到我们想要的比较先进的武器；第二个，我们是不是多买了？这是从2001年小布希总统以来，美国对台湾规模上大的军售案，包括美军现役的 M109H 自走炮、海马斯刀光火箭、甲上千粒的标枪飞弹、拖烧2B飞弹，也有 Altius 无人机，嘛纳入台湾战术网络部队各地应用套件，也就是 TAK。另外，后勤维保部分有超级目镜抓直升机零附件，汽车飞弹会当维修。专家分析，军售的项目涵盖源头打击到研发防卫，对陆军战略范围完整有帮助。那美国呢，也是透过这一次的军售开始呢大量帮台湾囤积反战车飞弹跟这些无人机，因为自杀式的无人机跟反战车飞弹目前台湾不具备生产的能力唔那甲先进武器装备卖予台湾，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各项授权法案，授权美军持续训练台湾，嘛要求各个大学甲台湾建立联合计划，部署无人系统甲反无人系统。台湾军工产业大公司汉翔这几年积极投入无人机的领域，嘛讲法案通过会带来正面的影响。无人机跟现在已经发展无人机反制系统，尽量跟其他友邦、跟其他友好的国家公司来做推销，那也都获得很正面的回应。周建平表示，配合政府的政策，无人机甲反制系统已经列作是汉翔未来发展的重点。除了协助国内厂商量产，嘛开始自主研发，打造无人机的生态系。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三读通过在违法，行政院长杜英泰公布要复诉，总统赖清德嘛唔公布，这是引起在野的批评。昨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是通过2项临时的提案，包含要谴责这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渎职，也要邀请监察院来弹劾杜英泰。另外，民众党团的总调吴国昌嘛呛讲，今仔日要来弹劾赖清德。立法院三读通过在违法。行政院长杜英泰决定唔复诉，总统赖清德唔公布，引起南北不满。罗总统18日去台南主持城台沙仑病院动土，伊讲希望朝野支持中央政府总预算，会当搁一届讨论在违法。立法委员不分党派都能够支持中央政府总预算的审议，财政收支划分法也能够再次进行讨论，更合理的分配，让地方财政能够更加自主。立法院司法甲法制委员会邀请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甲行政院秘书长张顺涵等人列席备询。不过潘明安无出席，调委洪晓玲大力谴责，批评潘明安渎职，表示国会在野指控赖政府创下宪政的恶例，所以联手通过2项临时提案，包括谴责潘明安，甲签名邀请监察院弹劾杜英泰。什么时候中华民国的宪法给总统、给行政院长如此大的权力，大到践踏国会的立法权，大到自己扮演大法官的角色？行政院引用第宪法37条的规定，启动我们的权利，真正的目的是要所有的议题都回到宪政的机制里面谈。针对南北提出弹劾，杜英泰讲，在野的行动证明维持宪政机关运作的必要性，只要有任何宪政机制会当应用，伊拢愿意面对。也若国民党罗志强口说虚着力是赖总统的偶像，张顺涵要求爱随改正，双方一句来一句去。委员，请你更正希特勒是赖总统偶像的事，这里是国会殿堂，不要讲这种你自己的臆测，也是这种抹黑的臆测，就是事实。调野冲突加悬，吴国昌表示，所得来会伫议会提出对赖总统的弹劾案，到时总统依法必须爱列席。记者综合报道。
新北市长高虹安牵涉这个诈领助理费的案件，二审方撤销贪污罪，所以昨是正式登去市府上班。因为外界嘛咧关心讲高虹安明年敢会来争取市长连任，国民党就大声出来表示讲，因一定会让高虹安，所以袂推派人出来选新的市长。高虹安一落车就受到支持者热情欢迎。民众大声喊加油，市府团队也排队欢迎市长回来。秘书长搁特别送花热情招揽，拜市透早高虹安正式复职，回来新北市政府上班。伊讲伊今日的心情特别激动。谢谢大家，我回来了。很激动的是，因为我终于在经过了1年多的风风雨雨的时光之后，我终于可以走进来我最热爱也最牵挂的市政府，看到大家。那我最沉稳的也是因为在经历过这么多的低谷以及人生中的逆境，我现在也比我人生中任何一个时候都更加了解责任的重要性。高虹安讲，过去停职这段时间，人生就亲像暂停同款，也足感谢这段时间朋友甲厝内人的支持。对于我一个人生被迫按下暂停键的我来说，我觉得好像漫长的像是过了一个世代一样。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没有办法在外面表现出来的脆弱，是我的家人们一边要担心我，但是一边又要撑住我、接住我这一些不安的情绪。我真的很谢谢我的家人。高虹安表示，复职了后，也检视目前所有的市政证件完成的进度，也希望市府团队大家继续为新北市打拼。记者杜君豪，新北报道。国际消息来关心，白罗斯的总统卢卡申科宣布讲，国内已经有部署罗西亚上新型会当按核弹头的超高速中程飞弹，而且罗西亚也表示讲，因有组一个中程飞弹的部队，警告讲美国若要恢复核试验，因会来反制。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年度演讲当中表示，罗西亚上新型会当炸核弹的超高音速中程弹道飞弹，征收已经到位。甲罗西亚的军事合作，主要是要确保战略防御。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с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ей, поэтому Беларусь и Россия реализуют комплекс мер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сдерживания. Это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е на нашей территор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составляюще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группировки войск. В случае обострения конфликта со вчерашнего дня и заступает на боевое дежурство. 同一天，在罗西亚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在一场向外国驻罗西亚武官干部会上警告，若准美国恢复核试，会有适当的反制。Мы неукоснительно придерживаемся своих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по договору о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м запрещении ядерных испытаний. Однако в случае, если эти испытания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стороной будут возобновлены, то последуют адекватные ответные меры. 格拉西莫夫另外阁表示，今年已经做征收中程飞弹里，以强化对北约、东约甲欧洲的战略威胁。罗西亚总统普廷把俄罗征收中程飞弹速度来到10马赫，是抓袂掉的。去年11月就用来弹过乌克兰，等于是核武的破坏力。根据罗西亚媒体，伊敢若需要11分钟打击波兰空军基地，17分钟就会当去到北约的总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看，这美国和委内瑞拉的关系是愈来愈紧张。美国总统川普讲，委内瑞拉进前捌没收美国的石油资产，所以即马也要伫咧海上来封锁委内瑞拉的油轮出入。因为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所以也无咧惊，讲会继续来做石油的买卖。伫咧英国内冒出现反美国的示威。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走入大厅，和访问的协会高层握手了后开始演讲。针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对美国来做海上封锁，马杜罗讲已经和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做电话会谈，认为讲美国的行动违反国际法、自由贸易和航行的自由权。委内瑞拉会坚持继续做自由贸易。Un gobierno títere que no duraría ni 47 horas, que llegue a entregarle la Constitución.La soberanía y toda la riqueza y convierta a Venezuela en una colonia. Sencillamente eso no va a pasar. Nunca, jamás. 川普在当地16是以美国真济当前没收美国的石油资产做借口，宣布对出入美国的船只来进行封锁。17面对媒体访问，表示未何不应该通过船只出入。
the blockade. Not going to let anybody going through that shouldn't be going through. You remember they took all of our energy rights. They took all of our oil from not that long ago, and we want it back. But they took it. They illegally took it. 因为美国最近伫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是对涉嫌运毒的船只发动小连续的攻击，到17为止已经造成至少99个人死亡，嘛引发美国国会议员和法律专家质疑攻击行动的正当性。面对美国连续几天的打压，美国的国内嘛开始反美的示威潮。Porque todas las comunas tienen que pronunciarse ante estas amenazas violentas y que se creen los supremacistas dueños del mundo. Ellos son dueños de Venezuela. 目前还阁无清楚美国是安怎来执行封锁，敢会动用到美国的海岸防卫队来查船只。但是为了瑞拉驻联合国大使蒙卡达已经提交函文予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请求伫当地18召开安理会会议，讨论美国对美国无长期的侵略行动。公司新闻单时同编译。顶礼拜，伫咧网络出现一条军事将领发动政变，并倒法国总统马克宏政权的假消息。都有非洲国家的元首看到，赶紧去问马克宏这是真也是假。因为马克宏也赶紧出来背会，强调这是假消息，伫咧社群媒体造成的危害。For now, unofficial sources are describing a coup d'etat in France led by an unidentified colonel and the possible toppling of Emmanuel Macron. Live from Paris, the situation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as you can see, supporters of the colonel have taken to the streets. 这两条分别伫初9和11出现伫面册的假新闻短影片，观众若无进一步查证，将有可能就互骗掉啊！看起来敢若真诶新闻特派员提有媒体标示的卖句，伫埃菲尔铁塔头前表示法国发生军事政变，伊后壁毋但有规身躯拢是武装的军人出现，空中阁有军用直升机飞过去。专业的新闻摄影想要翕，拢无一定翕会到的关键镜头，因竟然拢翕到啊！搁做现场的连续报道做甲干那真诶。真个影片，莫怪一个啊，就互看过1300万摆，就连非洲友邦的国家元首拢准是讲是真的，搁真烦恼，较紧用简讯去问马克宏，问讲伊即马敢有安全，敢有需要帮助。A Facebook message that said, "Dear President, what's happening in France? I'm very worried." 马克宏伫收到信息了后，一开始是感觉讲这有够含的假新闻，内容是好笑到有趣，而且随着要求执政团队来调查，而且向面册母公司Meta来举报，要求甲这明显引起动乱的假新闻落架，但得到的回复是这无违反平台的使用规范，拒绝拆掉。When we have manifestly fake news that endangers public safety through destabilization, it must be possible to take them down. 这假新闻影片就安尼继续挂伫面册。一直到17早起才红清除。马克宏前一天伫马赛参加媒体读者的座谈会时阵，特别用这个例说明严格规范所谓媒体，含有必要来禁止青少年使用社群网络的重要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国际阁有啥物要紧代，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美国哈佛医学院太平间的精主管逼出，甲无要阁用来做研究的遗体，偷摕一寡部位去转卖给别人，拿去互判8档的有期徒刑。美国一间大学前几日发生枪案，造成2个人死亡，真侪人受伤。即阵警方若像查到一个嫌犯。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伫咧2022年7月去到奈良造选的时，互一个查甫人号做山上铁野开枪弹死，遭检方是请求甲这个山上铁野判无期徒刑，结果会伫咧明年1月2日来宣判。镜头转来看国内，因为人口老化甲少子化的问题，我咱的劳保负担是愈来愈重。有立委就提出爱修法，希望政府爱来编预算来半补劳保基金，政府应该爱负担最后一个责任。因为这个草案也已经初审通过。上千万人投保的劳保，即马人口老化甲少子化的趋势之下，未来领给付的劳工变侪，纳保费的人减少，恐惊劳保财务的负担会愈来愈沉重。早起立法院卫权委员会审查要40个劳保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提案，要互政府报补预算加入劳保基金的做法法制化，让劳动部未来在争取预算时更有所依据，也是代表政府对劳工的承诺。希望劳保制度能够在跨世代的劳工信任下，
能够永续。除了要让政府未来依法每一年编预算拨补，嘛有立委认为讲财源除了政府的预算也无够，希望增加多元的来源。国安基金的获利的部分呢，我们也曾经有提到说，是不是要提出修法的方式，这个部分也可以列入整个劳保这个未来拨补的这个预算的来源。另外，也会甲政府最终支付责任入法，也就是讲，无论发生什么情形，拢要由政府来负上尾的责任。国民党立委陈前辉表示，全面支持保障劳工的做法，不过不满有人挑工要制造社会对立，嘛反驳拿白干那顾公务人员的权利，无顾劳工的讲法。非常严正的驳斥这种说法，并且向全国人民报告，这完全是恶意的曲解。我们的主张从来是一以贯之的，那就是照顾全部民众的福祉。劳动部长洪新汉伫咧会前受访的时阵讲，为蔡政府到大政府已经规划超过5000亿来做劳保的拨补，代表政府负责的态度甲立场。我们也会持续的来争取拨补的预算但同时我们也很希望朝野能够共同维护中央政府的财政的能力跟体制。台湾工人斗阵总工会表示，拨补劳保债务甲最终支付责任入法，一直拢有高度的社会共识。不过，无希望未来债务的负担若是变较重，政府用台年金甲降价给付的方式来处理，呼吁即届受法院甲明文规定，莫降价给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中央银行第四季的理监事会宣布讲，这利率政策未改变，因那帮持信用管制措施嘛无放零，不过会交予银行这存久的空间。对明年开始，银行不动产贷款的总量会予银行内部来管控，逐个月爱送资料去予银行。政策利率维持不变了。央行第四季理监事会28举行，考虑到明年国内通货膨胀可能愈温和，持续比2%搁较低，含预期明年国内经济共款稳健成长3.67%等因素，利率的政策维持未变。我们经济成长也是应该说算是不错了，明年的通膨的展望都还好，所以维持现在的利率水准呢是应该是可以的。面对第7波信用管制上路了后，房市的交易量是规个落落来。央行总裁尤金良强调讲，理事拢认为讲虽然有看到成效，但是佫无够满意，认为讲信用管制佫要持续。目前的做法，不管是放宽信用管制，还是予银行加一寡春秋，明年开始，银行不动产贷款的总量免达规定目标，是等来各银行内部控管。逐个月嘛是向银行报送相关资料，银行嘛会持续专案精检。他错了，不错，只有1个月，所以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1个月比以前的3个月都还来得及。透过我们1个月，还有就专案精简的情况，我认为就是说银行呢应该还是要 follow 我们的一个政策。我们要给市场的一个 message 呢，是认为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对选择性信用管制呢，我们是没有松绑的。尤金良中心希望房市是平稳减速，不是一个剧烈调整。不过对新青案上路了后，房市交易的热度提悬，伊嘛老实讲，这对央行来讲大概是正悬。另外，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央行这摆预计是3.67%，比国内国预测期高悬真济。对台湾明年的 CPI 和核心 CPI 年增率预测是1.63%。另外，美国联准会若明年启动降利息，台湾敢会去对含对汇率的影响？尤金良安尼回应：汇率是因为你的顺差那么高，你的汇率一定是会升值，这个预期呢，不见得是对的。尤金良点出，未来央行嘛是持续滚动检讨信用管制的实施成效。新台票的汇率原则上嘛是外汇市场来决定，除非汇率过度波动，还是实时变动，央行会维持外汇市场的特殊。记者综合报道。进前，台南有一个查某警察伫咧路里撞到有人举斧头甲攻击，迄当阵伊想要用这无线电来讨救兵，毋过煞是无信号。警方也表示讲，伫咧台南市区上无有超过400个所在是收无信号的。市警局强调讲，会伫明年来增加设备，赶紧改善信号的问题。
但这日前传出一个查某警察伫街路，互人用补头要甲攻击案件，伊当时有叫支援无线电线无信号，引起第一线警察对新型所谓警用无线电有质疑。今年警政署则专门换装新型无线电，未少基层反映，但市区内外尚无有400瓦达，信号有死角，即琴日去大楼听袂到声音，烦恼伫紧急的时阵未赴叫支援。3、4成左右。就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屏蔽的作用，被屏蔽掉，就发不出去。然后或者是说到住宅区，那种社会住宅区很多墙那种也会被屏蔽掉。有盲区的时候，你就调整频道旋钮，把它频道到我们现在设置的那个机动转播这个频道。那楼上有设置机动转播网。那这台无线就可以使用。作为警用无线电替换计划是警政署下第南实施第3期，目前全市有9座固定式的转送台，市区干那2座尔。另外部分地下空间加装双向扩大器，不过室内涵盖率有限不够。后勤科强调，相关参数甲设备已经持续在调整啊。过渡的期间是会设置机动转播站，那目前有设置在归仁跟1分局东区这边呢，这边有设一个机动转播站。那预计呢，这边会在东区呢再增加1部，另外在安南地区呢也有预计要再设置1部。第一线的警察们绝对不是这个设备的白老鼠吧？我要求警察局改善，也不是讲，我要求他们要让所有的基层警员可以匿名的针对这个设备的改善来做一个回馈。并在批评新的系统犹原看袂到达到按层的效果，中央开真侪经费，煞互第一线提性命来试，要求警察局要重视基层的使用经验。警察局回应已经向警政署要求，一个分局一个转送台，按算明年1月会先增设5座转送台，唔望信号无好的毛病通赶紧改掉。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屏东县府发公文予县内学校建议老师伫咧学校的时阵，这手机应该爱关机，限制因翕相甲录影。这算是引起老师甲家长咧反弹。教师团体也质疑县府拢无先甲老师，也佮有家长来沟通过，就直接发公文。因教育处是强调讲，因只是提供参考尔。就是这份公文，屏东县政府发函予屏东县内200多间高中以下学校。公文内容写着，教职员工伫校园使用行动载具，除了结合引导和紧急联络以外，拢以关手机为原则，甚至佫讲，若要使用手机翕相录影，爱先经过家长同意。听到这种要求，有的家长拢感觉无合理。因为现在手机对每个人的需求很大，然后老师如果他连这个手机的自主权都没有的话，对老师也不太好。这样老师在学校关机真的很荒谬又不是在军营，而且现在不管是老师跟学校的内部的通知，或者是家长跟老师的联系，都要用赖群，比较及时。而且只要老师上课关静音就好了啊。身为家长，我很感谢老师在一些重要的时刻为孩子拍照。全国教育产业总工会讲，针对屏东县政府的要求，有袂少老师表示不满。全教产嘛质疑，老师予人要求关机，但是下班了后却需要24小时待命，严重侵害到老师的劳动权益。而且县府拢无先参教育团体讨论，就直接发公文，做法无妥当。有兼任行政的，或者是有特殊生在班上的，我们都是要随时携带手机。老师在学校关机，那他回家要开机吗？有需要接家长的电话吗？还有各种评鉴、校务评鉴、特教评鉴，都需要大量的照片。请问这些每一张都要经过家长同意吗？县府也提醒老师没有未经同意的这个学生的影像就不要随意拍摄跟外流以符合整个个资法跟肖像权的规范。对此，县府教育处回应，因是按照教育部的使用原则，提供学校订定管理规范的参考，适用对象有老师甲学生，唔是只有针对老师。教育处嘛强调，实际规则是需要讨论了后，经由校务会议通过才会实施，是希望校园使用手机有一个规范，避免争议。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继续来关心伫咧校内管制手机的议题。之前教育部就有公告要修正高中以下校园这个行动通讯用品的使用原则草案，本地伫咧今年9月新学期开始时阵特别实施。不过因为学生团体反弹，教育部是继续伫咧收集各界意见，新方案到大拢也未公告。就教育团体甲学生团体是出来呼吁教育部爱赶紧提出办法，后学期照法度实施。
行动载具要管理，不是惩罚，是辅导。教育团体和三大党的立委大声呼吁教育部，针对学生3C的管理原则，就要赶紧伫114学年第2学期提出通施行的办法。教育部伫咧5月有提出草案，不过针对手机集中管理的议题引起讨论了后，就无过进一步的修正。有学生团体呼吁教育部就要了解，实际上伫咧学校3C用品已经是学习工具的一部分。学生也普遍的回馈说，行动载具有助于他们及时查询资料、整理笔记，或者是拍摄板书等等记录学习历程。其实，在老师的指引底下，运用 AI 工具来辅助理解课程内容，已经是现在校园当中的进行式。另外，教育团体认为，目前广告的使用原则应当提升到法律位阶，定出明确的办法执行管理和义务，学校才有一定的标准和管理通有效管理。也那家长团体是指出，3C管理嘛是教育和亲子议题真重要的一部分。呼吁教育部建立家庭的救助管道和教育工具，协助家庭处理3C 自律管理引起的亲子冲突。孩子在家里有可能他上网或者是游戏玩到半夜2、3点，然后第2天回到学校之后，他可能精神涣散，然后作业空白。因为有这样明确的法源之后呢，学校里面才有办法把他的办法制定出来。大家忙于经济，说实在话，我们也是长期会忽略孩子的需要，我们就很希望说有一个可以求助的管道。我们不只是我们家长也是很需要教育的，因为我们过去的年代我们并没有这样的经验。民间团体呼吁教育部校园的3C 使用管理，不是要禁唔禁，才简单尔。希望和学生通建立具体的数位观念教育，强化校内辅导流程和老师培训，嘛要提供家庭的资源。三党的立委嘛拢出面支持，表示会继续要求教育部针对校园的3C 管理，赶紧提出通施行的修正版本。记者卢尚珠、郑准佑台北报道。2020年台湾灯会要伫咧嘉义县举办，即阵伫咧网络已经会当看到有人假造要找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咧甲人拐个资的情形。县府也表示讲，因的灯会若有需要卡手，一定会伫咧官方网站来公告，绝对袂透过私人的口罩来找人，请民众唔通受骗。网络社群平台顶面拢是2026台湾灯会要找工作人员的发文，一天有2000到4000外口的薪水通领。被应征的人爱用网络报名，提供身份证也是银行的校号等等的资料。即马嘉义县政府出面澄清讲，这拢是假的消息。因为这个1天时薪其实算高啊，对。然后他排版文字都写得非常详细，跟真的一样。嘛是爱去查看卖讲，这敢是真的啊？搁来去网络顶面去问人啦，哎呀，唔通讲来看到钱就讲好，我就要来啊！但是这都侪拢有迄个诈骗的可能。嘉义县政府顶礼拜初8才公布2026台湾灯会活动主题，伫网络社群的平台顶面就开始有出现真侪灯会要找工作人员的消息。县政府表示，灯会需要工作人员会伫官方网站来公告，会透过私人的校号来找人。有需要相关的征才活动，我们会透过2026台湾灯会的官方网站统一公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网友不要受骗。虽望目前也无民众报案。嘉义县政府表示，会甲警方来合作，针对伫网络用灯会名义来骗个人资料，会收集证据了后，依法来追究相关责任。呼吁民众唔通相信，嘛唔通搁转发出去。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我来看到伫咧新北永和秀朗桥卡的人行道，有民众发现到2级保育类鸟红卡的尸体，初步判断这尸体是正完整，无外伤，到底是安怎死亡，也该调查。光蓝色的帽子，那是沿那稀兰，还有目睭靠一脸红色的，顶脚只还有长尾溜拢白色的。这是台湾特有种2级保育类动物红卡，即马煞互人看到死伫人行道边，现场看到的人讲实在伤寒，哪有可能会死伫遮？因为我的认知，我觉得蓝腹鹇不可能会出现在这个海拔跟这个地方，因为它其实我觉得它就是很市中心，但是它其实看起来是算完整的，它就躺在路边，已经是死亡的状态。鸟类专家讲，红卡生态地大部分伫中继海拔看叶林，也是站林内，间隔线悬，行路轻卡，咱较歹看会到。2级保育类动物蓝腹鹇主要的栖地呢，就在300公尺到2300公尺中低海拔的山区，如今呢，却在新北市区秀朗桥下被发现路杀，引发讨论。很多空间，譬如说我们吃到了河道，就是河道现在变成油气的空间，然后我们很多的交通设施，像是环快道路啊，或者是阳光公园，它其实越来越吃到山边了。
所以其实山边的这些绿带确实有些地方是被破坏的。鸟类专家提醒，生态地互人破坏，即阵啊都市真接野生动物的活动引起冲突，相关建设的必要性值得去思考。目前红卡已经互人送去农业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研究人员会确认个案状况了后，持续算入大数据统计，了解物种的变化。如果是被车子撞到，通常会有一些伤口，它可能会流血，或者是会有一些骨折的现象。但这一只初步的判断其实是都没有上述的情况。有一个可能性是它可能受到惊吓之后飞起来去撞到玻璃。专家嘛提醒，若是拄到动物死伫路的，也会当用随身的物品辅助，确认动物是毋是死亡，才联络地方市民专线甲农业单位辅助，相关单位会持续收集资讯，以利生态长远的发展。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高雄捷运甲公车顶期站有甲这台语站名重新搁录音过，所有民众反映讲有几若个的这个地号名读音拢读唔对去，目前捷运公司甲客运业者也赶紧来修改。后一站凤山。捷运到站用华语、台语、客语放送站名，听起来无啥问题。不过顶一站民众坐捷运轻铁，煞听到车顶放送，甲凤山念作凤山，顶山念作顶山，互袂少在地人愈听愈介叫。向国际环境有台语老师建议，台语的语调念法变化侪，不过亲像地号名的部分，也是爱尊重在地念法较妥当。台语较特别，伊各有所谓的文言音甲白话音，所以有时阵。你讲一定有啥物原则吼？歹势，我甲你讲，真正无迄落原则。毋过有时阵吼，咱咧讲地号名嘛，会搁牵涉着讲历史的进展。那捷运甲轻铁的台语站名，国民众掠包，高雄市区公车三名加上站也变做三名加上。其实国际公司甲高雄市公车联管会是顶一站才小煞甲台语的站名登录，想要到发音拢有错误。捷运的部分17透明已经修正，即卖大家听到的放送拢是正确的。国际表示，进前因定录音，有搁请监察院推荐的专家学者指导，针对大家建议，因会诚心接受，检讨改进。高捷公司近期会搁请咱专家重新搁检视一遍，如果含在地发音有所出入的，会改做以在地发音为主。是在今年初才接到这样子的一个指令暑假期间才开始进行的暂播的录音才刚转给业者。其实监察院对去年开始要求相关机关爱甲大众运输的站名放送改革较在地化的。虽然高捷甲市公车伫这过程中有出现重大，不过民众反应因嘛随改，展现对在地民众甲台基本的尊重。记者柯家如张用高雄场报道。日本出名的柑仔色恶魔，也就是京都菊高校吹奏乐部，还有合作这个翡翠技师的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等学校的吹奏乐部，是搁再来到台湾，也包含咱国内总建高这乐器机队，总是做伙伫咧西门町公开来演奏，吸引真侪人来围观。穿柑仔色服装，配合轻快又搁整齐的脚步，菊高校吹奏乐部一个出场就变作是全场的焦点。12月18暗时7点40分，乐队对西门町出发沿路行，行路两边人客家甜一甜，民众摕手机啊，只是为着要甲柑仔色恶魔的魅力翕落来。那是菊高校来自日本，互人讲作是翡翠技术的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等学校吹奏乐部，这回也来到台湾，头一届甲菊高校同台演出，关东、关西两大乐团合作，互现场的气氛热烈滚滚。台湾在地高等学校同款来参加，总建高职乐器机队伫两大日本吹奏乐团面头前表现也真出色。3间学校拢总326个学生组成一个超大型的队伍，一路行去到中山堂广场进行定点的演出，现场扑啊声、话休声直直甲催泪。第一场就是从这个游行的现场出发开始，哇，这个哨角已经吹响了台日友谊的音乐盛会。这场柑仔色恶魔甲翡翠技术的合作表演，毋但伫台北演出，接落来阁会去到嘉义、高雄、甲屏东等地来进行交流。活动会持续到12月2日，互全台湾各地乐迷拢会当感受这场热情澎湃音乐盛会，也为台日之间留下共同难忘的青春记忆。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公布得奖的名单，其中以歌戏国宝杨丽花做主角，用传记的形式来出版的《如有神在》是得到非小说类奖的肯定。另外，金蝶奖是国内唯一针对出版设计的奖项，今年是拢总有13本来入围，也包含一本大文诗《你伫风中行来》。台湾国宝杨丽花创造台湾食饭配电视歌戏的时代，也互台湾文化传甲世界通人知。今年国家影视厅中心规划由歌戏剧作家施如芳以传记的方式，结合上新的研究出版《如有神在》，记录杨丽花的歌戏人生和电影生涯。这本册伫咧今年的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得到非小说类奖的肯定。歌戏的节目伫主流媒体在占到一个更世事的地位。所以伫后来，咱咧找找台湾这片土地的主体性时阵，歌戏才会当容易突围，变成即马目前来公认是真有代表性的一个台湾文化的代表吼。台北国际书展大奖3个奖项，总共9位得奖者，其中7月4日摕到小说类奖。小说对七句讲对日本等台湾讲起，呈现市民议题，嘛徛伫时代变化的角度来讲死亡语言和文明等等。面对外界关注的自创台文用字，作者表示，伊嘛惊人会看无，所以书写策略是以台语讨论华语，希望读者看字去有意思感受台语的电影。以我的故乡为拿读写出来的小说，另外一部分就是写即马现在发生的代志，所以两边来对照来看卖讲，这段时间这么赶过去啊，是啥物物件？为我非常重视，我感觉那珍宝，即摆那全无去。18个颁奖，也有国内出版界唯一针对出版设计来奖励金蝶奖，来颁发金银铜3个奖。今年总共有13本出版品入围，包括一本大文诗《你伫风中行来》。入围的作品嘛，全部送到德国，代表台湾参加世界上水的册设计比赛。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是电影界重要活动，原地敢若透过这电视伫咧放送。不过，对2019年开始，就改做伫咧网络平台 YouTube 会当免费直播，希望互愈侪民众会当看到。这嘛显示，即马大家已经对看电视的习惯转做看网络影音平台。1929年开始举办的奥斯卡金像奖活动，为1950年才由美国3大电视网之一的 NBC 进行头一届电视实况转播。到1975年为止 ，ABC 甲 NBC 两间电视台真侪届为对方的手里争夺转播权。1976年开始到目前，这是 ABC 独家转播的局面。合约的期限是到2028年，也就是奥斯卡奖的100年纪念。不过，这原来是 ABC 独占的重点。根据美国影艺学院甲谷歌公司17所公布的新合约，2029年至2033年这个期间，谷歌所属的影音串流平台 YouTube 会包括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影星行红毯，也有下半年理事会奖等等所有相关活动，全球独家转播权。同时，所有 YouTube 使用者拢会当线顶免费观赏，独家几60年来拍开电视机同款。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指出，奥斯卡奖的转播虽然在2005年达到将近几60年来的高峰，收视人口估计有1970万人，不过甲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卡未到4000万的收视人口比起来，真正是差真济。这届转播权为传统的电视媒体转到网络串流平台，凸显电视媒体现阶段的困境。随上为 Netflix、迪士尼 Plus 等影音平台流行了后，传统电影、电视观众就一直流失。串流平台会当伫电视也甲行动装置随选随看的特性，得到真侪少年族群介意。专门开发影音串流科技的业者欧思林伊讲，观众上重视也是内容，所以传统媒体若是会当制作有特色、互人介意的内容，甚至嘛加入串流平台的领域，要伫竞争正激烈的市场占一个位，嘛毋是无可能。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日本智库公布今年全世界48城市的竞争力排名，伦敦是连续14档摕到冠军，东京排伫咧第2。因而咱台北是赢过洛杉矶、米兰等等，对第30名进步到第24名。ロンドン、2番東京、3番ニューヨーク、4番パリ、
5番がシンガポール。日本智庫公布2025年世界城市实力的排行，伦敦连续14年摕到冠军。全球城市前5名的排行，加到年过一摆并列等。日本智库公布的全球城市排行当中，在疫情之后，东京在观光、还有居住环境以及企业永续性上表现亮眼，超越纽约，成为全球第2名。文化交流につきましては3つの指標ですね。とりわけ観光地の充実度、ナイトライフ充実度、そして外国人訪問者数。この3つがかなりスコアを上げております。日本国内有今年办世博的台版，嘛对去年的第35名一路超车到第18名。这嘛是日本的新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究所对2008年以来当年拢会公布的排行。根据经济、研究开发、文化交流、居住环境、交通等6大领域，分72项指标来评分。台湾的台北是对过去10年拢伫30几名，今年第一摆入去到30以内来到第24名，破败到3期美兰日来瓦丁城市。環境分野は昨年の20位からそれによって2位に上昇して今台北の最大の強みになっております。企業のサステナビリティ評価こちらで圧倒的な世界1位を獲得しまして、文化交流がやはり少し弱いなと。どうしても都市のスケールが非常にいい意味でコンパクト、観光スポットの数とか密度という観点で見たときに、他のロンドン、東京、ニューヨークとかいった大きな都市と比べてどうしても弱くなってしまう。研究员指出讲，面对气候变迁这课题，台北伫环境影响概念的实践是得到真悬的分数。另外，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嘛，带動排行升起嚟。上場株式時価総額が世界9位とそこに現れておりまして。まさにTSMC なんかも加わっている主要なわけ。排行升起嚟显示竞争力的提升，但是除了追求名次，透过各项指标的分析，更可以咱看到各城市有的强项和课题伫倒位。日本国际记者施朱豪日本东京报道。巴西是全世界上大的咖啡出口国，不过受到全球暖化影响，原本这品质较好，不过较歹种的阿拉比卡豆，向今地渐渐啊，互开发到耐高温的罗布斯塔豆来取代。巴西是全球上大的阿拉比卡生产国。2022年的一项研究指出，因为气候变迁、地区气温升高、甲可化集团，巴西超过3/4上适合种植阿拉比卡的区域，未来可能无适合搁再种。加上全球贸易紧张、甲极端天气的影响，互咖啡的价销愈来愈悬。即马罗布斯塔变做真有潜力的替代选择。interior, essa história ela vem mudando. A gente sabe que você associando manejo de colheita e pós-colheita de forma adequada, você tem um excelente produto na xícara, com doçura, com acidez, com corpo, né, e com uma qualidade sensorial bem significativa. 阿拉比卡豆因为咖啡因的含量较低，脂肪甲糖分较悬，风味有幼露的花香甲酸度，真有赞处。长期主导精品市场，占全球咖啡种植面积的60%。产量市占率是要约8成，不过阿拉比卡对生长的环境要求较严，需要种伫海拔1200米以上，而且生长较慢，致使伊的产量较会受气候波动影响。目前罗布斯塔豆的市场伫巴西甲其他咖啡产国中一直增加，因为阿拉比卡豆对气候敏感，种植条件愈来愈严格，不少农民为确保收成甲经济稳定，决定改种罗布斯塔。这个豆种对高温、可化、病虫害有较悬的耐受性，比阿拉比卡更较会当伫不稳定的气候中活落来。巴西是全球第2大的罗布斯塔生产国。圣埃斯皮里多州是主要的产区。另外，罗布斯塔伫产量甲经济回报方面嘛较优势，互大量出口国伫面对气候风险的时，甲当作保险豆种。根据追踪全球咖啡产量的美国农业部统计，过去的10档，罗布斯塔咖啡的产量增加超过8成。Robusto è un caffè che ritiene bastante corpo, mi fa bastante crema para espresso, è maravilhoso, di chocolato, nozes, che è maravilhoso para un caffè espresso. 制定全球精品咖啡标准的精品咖啡协会 SCA 今年有修订评鉴书课程。鼓励专业人员详细合适评级阿拉比卡甲罗布斯塔咖啡豆。课程修订后，受训合格评鉴师就袂受到豆种的限制，会当正确描述甲评价所有的优质咖啡。2016年 ，SCA 佮计划修订风味描述思维表，加入芳香香料味等，佮较会当形容罗布斯塔的风味。未来你我手认的咖啡会出现无同的口味，等待咱来欣赏。公司新闻编译。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未来3天的气象。
北部地区17度至24度，中部地区17度至23度，南部地区17度至25度，东部地区18度至23度。还有外岛地区15度至21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您平安顺心，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